愈来愈侪艺人表出闪做兵的情形，进行这最高检就建议修法，甲刑度纠管到7年以下，袂当用罚金代替。内政部表示讲，会向加重处罚的方向来做研究，也讨论讲，闪做兵的人若超过做兵年龄，罪行可能会加重2/3。若准体能部分出问题，会当做替代役，这部分会含国防部来讨论。很特别，我怎么讲话也变这样？ 艺人阿达伫今年的节目《金钟奖》接入为综艺节目主持人奖，所讲入闪做兵的风波，其实就连提过金钟奖、金曲奖的谢淑玲，同款嘛陷入争议，两个人拢选主动去新北地检署来说明。面对艺人闪做兵的风波持续烧，进前最高检就建议提高法定刑度到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互因袂当用罚金代刑。若为黄建和是提案修法，就算闪做兵者到36岁拄役的年岁同款来补助兵。内政部回应讲，针对超过1年的闪做兵者，有可能加重其刑2/3。若本地判定做替代役，会当考虑补助替代役，但是还未定案。支持修法，严惩伞兵，完善我们法规的漏洞。 那国民党已经提出相关的修法，后续我们会在立法院持续推动。真正的问题不在刑度，在执行，不要只有用罚金或者是缓刑。依法应该要加重其刑，不能因为他躲得够久，没有被发现，就免除他的义务造成侥幸的心理。但这无过讲到，若是超过36岁闪做兵者，伫体力这方面无法度做国防部的伤病兵，可能嘛会当考虑做替代役。相关草案搁在讨论，会和国防部做伙建议相关措施。专家认为讲，就亲像现役的军人犯罪，若必须发监执行，嘛是要等刑期结束才个回役。 过往军队在当兵其实有一种兵叫做回役兵，他在营内犯法犯罪其实等他比如说之前比如关禁闭期满之后，那个役期不算哦，而且呢，就算你上不了战场，至少营区的卫操勤务你总要会吧。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讲，会和内政部相关部会来建议，而且强调讲，拄役的年岁和妨害兵役，唔是完全合作伙，因为有构成妨害兵役的行为，就会以妨害兵役治罪条例来治罪。拄役的年岁会考虑无共改善，和会当达成任务需要的年岁做伙去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